娛樂圈有星二代，工商界有富二代，黑白之間自然有江湖二代。今日要講嘅二公子就係一位妥妥嘅江湖二代。二公子嘅老豆就係江湖上鼎鼎大名嘅向華強。向華強出自新義安龍頭家族，玩轉政商兩界，叱咤娛樂圈數十年，係龍頭家族最成功同最有威望嘅靈魂人物。喺江湖上呼風喚雨，各路大佬都要俾佢三分面。江湖內外可以話冇向華強搞唔掂嘅事。如果要講向華強搞唔掂嘅人物，得一個，唔係其他人，就係自家嘅二公子。二公子好似《紅樓夢》入面嘅外爸王薛藩，唔搞啲事就手癢癢，一出手令老豆向華強都覺得辣手，連手眼通天嘅阿媽向太都拗頭，冇辦法，唯有將呢個寶貝二公子雪藏起嚟。話說向華強有一女兩子，長女叫向永恆，係前妻，亦就係李小龍舊愛丁佩所生，如今係一位頗為低調嘅都市白領。同丁佩分手後，向華強同寶島名模陳嵐結合，陳嵐就係後嚟眾所周知嘅向太。向太接連生咗兩個仔，今日要講嘅二公子就係佢同向華強嘅細仔。飽經江湖風浪，見慣波譎雲詭嘅向華強夫婦，心入面只想令兩個仔遠離江湖是非，於是同大仔取名向展平，1984年出世，細仔向展帆1987年出世，連起嚟就係平平凡凡，希望佢哋可以過一個平平凡凡嘅生活。有意思嘅係，佢哋仲同兩個仔取咗小名，大仔向展平叫向左，細仔向展帆叫向右，一左一右，啱好相反。唔知事由前定定係造化弄人，邊個都冇諗到喺後嚟嘅日子入面，兩個人嘅命運亦好似左右道路選擇一樣，迎嚟咗截然相反嘅不同人生。向華強夫婦平時忙於生意，對細路管教唔多，亦唔願仔女知道太多恩怨是非，健康快樂就好，食着用方面係有求必應，所以一女兩子自細就養得肥肥白白。尤其係細仔向右，簡直就係錦衣玉食，薯片可樂、電玩遊戲，無憂無慮，生得係膘肥體壯，膀闊腰圓，據稱少年時代體重就飆到240斤。自細任性慣咗，向太亦管佢唔住，同《紅樓夢》入面嘅外爸王薛藩有得一拼。等到小老虎長大成人，就好想體驗外面嘅世界，喺社會上衝撞打滾，喺屋企還好，江湖大佬亦好，都要俾向家三分薄面。見咗二公子係極盡禮遇，偏有一啲邊個嘅面都唔俾嘅硬螃蟹，同二公子狹路相逢。二公子畢業後被家族安排到一間公司做設計師，呢個係個清心打混嘅閒職，反正上唔上班，屋企入面都會俾二公子豐厚嘅零花錢。二公子工作之餘，拉起咗一班朋友仔，圍住佢奉承起哄，令二公子感覺霎時風光有排面。二公子冇事就同朋友仔講述家族嘅威水往事。四眼龍係我屋企大伯，大管家二路元帥係我屋企叔父，雄霸尖東，叱咤香港嘅新義安五虎都係我屋企手下芸芸。講到得意處，二公子仲會喺朋友面前露上兩手，聲稱向家有習武傳統，個個功夫不凡，自己亦係骨骼清奇，天生就係高手。2009年9月嘅一日，二公子帶上8、9個朋友到赤柱一間體育場打籃球，一班人玩到深夜，先興高采烈咁離開。返屋企路上，撞見咗一名赤膊壯漢同一個金毛猛人，睇上去好串嘅樣，雙方互相睇唔順眼，二公子就同對方起咗口角，嘈交之後，對方轉身走開，去咗一間超市。二公子越諗越激氣，感覺赤膊壯漢同金毛猛人唔係江湖好漢，二公子就好想喺朋友面前展示下威風。走，兄弟，睇二哥點樣收拾佢哋。二公子一揮手，帶上一班朋友追到超市，正逢幾個往超市送貨嘅工人喺度卸貨，二公子推開人群就衝咗入去，啲工人亦被呢個陣勢嚇住咗，紛紛讓開。二公子開門見山，自報家門，我老豆係向華強。金毛猛人根本唔食二公子呢一套，未等二公子講完，赤膊壯漢就同佢頂咗起嚟。我理得你老豆係邊個啊？係天王老子又點啊？二公子頓時青筋暴起，同赤膊壯漢扭咗一團。朋友喺旁邊推搡助陣，任壯漢體格精健，亦拼唔過面前呢位200幾斤嘅龐然大物。眼見赤膊壯漢唔佔上風，金毛猛人好快加入戰鬥。
二公子以一敵二，雙方拳來腳往，大戰幾個回合，直到阿 Sir 趕嚟先算停手。原嚟對方並唔係咩江湖猛人，兩人都係30幾歲，赤膊壯漢係名裝修工，金毛漢子則係個貨車司機。三人都被送到醫院，二公子塊面同條頸擦傷，赤膊壯漢眉眼被打裂，金毛猛人嘅面同身上都留有瘀傷。睇嚟同200幾斤嘅二公子對練確實唔好玩。最後阿 Sir 對雙方各打50大板，每人罰款2000蚊。向華強有冇動用關係出力不得而知，但二公子鬧事打交確實將向華強送上咗頭條。返到屋企，向氏夫婦將二公子好好教育一番。不過3年後，二公子又搞出一件大事，令向華強親自滅火。話說二公子不安於喺香港吃喝玩樂，成日諗住到內地玩玩新花樣。2012年，二公子帶上2個朋友嚟到娛樂之都東莞，太子酒店喺東莞聲名遠揚。二公子按捺唔住內心嘅騷動，想到太子酒店體驗一番。食完宵夜，吹完牛，二公子一行3人驅車嚟到東莞皇崗。挺住個啤酒肚嘅二公子高士闊步邁入燈火輝煌嘅太子酒店，大方落座，身邊有人招呼大堂經理：我哋向公子難得得閒，要好好侍候啦。大堂經理同禮儀小姐使咗個眼色，禮儀小姐將二公子引入一個燈光曖昧嘅包廂，嬌滴滴講咗句：貴客稍等。冇幾耐，一排濃妝艷抹、凹凸有致嘅靚女款款而來，陳列喺二公子面前。二公子睇咗幾撥，居然冇人入得佢嘅法眼，忍唔住發起火嚟。大堂經理喺一邊陪笑，二公子張口大罵。聞聲過嚟嘅保安警告，叫二公子老實一啲。二公子直接拎起張凳喺包廂亂擲一餐，完咗之後邊行邊鬧，從包廂擲到前台，口中高叫：我阿爸係向華強，今日將老子激嬲咗，聽日帶人將你太子酒店拆咗。聽到向華強嘅名，保安經理亦唔敢擅自喐手，一個電話打俾酒店老闆太子輝。太子輝喺電話嗰邊火冒三丈，理得佢係向華強啊，就係天王老子嚟鬧事都要將佢做低。太子輝行走江湖多年，喺嶺南亦係手眼通天嘅厲害角色。老闆發話，太子酒店嘅保安火速行動，3下5除2就將二公子拖咗入小黑屋。一通棍棒事後，二公子唯有向老豆打電話求救。向華強即刻打電話俾太子輝問明情況：你個仔要拆咗我間太子酒店，你話點算啊？如果唔係睇喺你面上，我直接就做低佢。向華強即刻放低手頭工作，直接飛到東莞，同太子輝好生道歉，先將二公子領咗返嚟。返到屋企後，向氏夫婦大怒，向二公子留低一句話：好好反省，再出事就唔理你啦。點知不出3年，二公子又搞出暴力出租車事。呢個時候嘅二公子已經交咗一名女友，有女友相伴，脾氣收斂咗唔少。2015年9月嘅一日晚上，二公子帶女友喺旺角朗豪坊攔咗一台出租車。上車後，二公子話要去港島上環，司機話自己唔熟路，叫佢到大角咀嘅的士站坐車。二公子心生不爽：你係唔係唔想拉我？唔想拉我做咩俾我上車？拉我上車就必須送到上環。司機推說真係唔識路，拉亦要拉，唔拉都要拉。喺女友面前被出租車司機拒載，令二公子覺得相當冇面。見司機執意拒絕，二公子嬲咗：你知唔知我老豆係邊個啊？全港最大家族嘅龍頭大佬，你唔拉我，今日就整死你！講完攞起手機打電話叫人。二公子兇神惡煞嘅樣令司機更加驚，死活唔肯拉。到咗車站就要二公子落車，見司機軟硬唔食，二公子終於爆發，一手扯開行車記錄儀，一手揸住對方條頸，向住司機面上連續揮拳。司機停低出租車，打電話叫阿 Sir 過嚟。隨後二公子又補咗司機幾拳，好彩有女友喺隔籬攔住，直到阿 Sir 趕嚟幫司機解圍。二公子因故意傷人被告上法庭，聲稱自己係大佬仔，更係激起外界憤慨。二公子又同向華強搞出個大頭佛，雖然100個唔舒服，向華強仲係同個仔請咗金牌律師，以求法庭從輕發落。不過二公子喺庭上公開話，父母偏愛哥哥向佐，自細心入面就唔爽，或者係向氏夫婦對二公子嘅表態非常失望，又或者係想令二公子接受教訓長記性。最終二公子被判咗半年，喺鐵窗入面度過咗6個月嘅時光。而後
向氏夫婦將資源同人脈都放到咗大仔向佐身上，二公子甚少出現喺公眾場合，坊間又稱係被向家雪藏咗。